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GK 動漫。今日同大家講下日本熊害嘅問題。由上年至今，日本熊害嘅問題非常嚴重。今年4月仲有奪命嘅案，在岩手縣紫波町4月21日，一名50多歲嘅警察在尋找失蹤人士時，遭亞洲黑熊攻擊受傷。附近同時發現一具疑似遭熊攻擊嘅女性遺體。另外，富山市嘅住宅區4月29日，一名40多歲嘅女性在放狗嘅時候遭熊攻擊，面、頸、頭被劃傷。4月26日，福島市一名中年嘅男性在採購野菜時遭同樣攻擊腿部受傷。熊唔怕人、車、建築物在住宅區附近活動，令市民非常恐慌。日本各地政府已採取各樣嘅措施，用陷阱同埋獵人獵殺熊，但成效都不大。所以喜歡去日本旅行嘅人士同埋行山嘅人士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熊鈴已經效用不大，用熊噴霧應該會好啲。喜歡到日本朋友旅行嘅人士一定要注意。好啦，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咁多先。如果喜歡影片，請 like 同埋訂閱，多謝大家。